節目主持事務所。好，繼續呢個新城文化會館啦，廣播大本營，亦都係呢一個嘅環節。廣播主持事務所係啦，呢個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我哋呢位廣播主持所羅門。Hello， 歡迎你，大家好。係啦，咁啊，頭先呢就係喺節目之前就同大家講過上一部分呢，就話俾大家聽，其實所羅門呢即係中國人嚟嘅，不過呢佢呢本身呢就係回教。OK， 咁啊細個時候呢，咁啊都係啦，即係係回教family 啦，咁啊後尾咧就係去到加拿大讀書，然後咧就再翻香港啊，然後就亦都有好多人生嘅練歷啦。OK， 咁啊有一 part 咧我就覺得好中意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就知道，咦所羅門曾經喺美國做過電台，美國邊個地方話？美國嘅 LA 係啦，做過電台係啦，咁啊後尾佢同我講我電台節目係啊，佢話跟住我後尾聽過一樣嘢，我就知道佢唔係假嘅，真嘅，因為咧嗰個電台節目我都聽過嘅。以前我哋曾經即係我哋嘅前輩啦，洪朝豐咧，都喺嗰度做過嘅。咦，跟住我聽，咦係喎，我聽過啊，即係我唔記得咗我邊度聽咯呢個節目。咁我係知道係有呢件事嘅。好啦，咁啊又講下你啦，點解會去到美國又有機會即係做到呢個電台節目，定係咪喺美國讀呢啲有關呢個傳媒課程咧？其實咧就應該係多謝呢個公開大學啦，前身啦，而家叫 MU 啦，都會大學。咁我記得6年前嘅時候咧，咁當時我就回流翻香港，咁好感恩啦！我10年前已經財務自由啦，咁啊嚟到翻香港諗下，有啲咩好做咧？不如咧自己投資咧拍部電影啦咁樣，咁啊去學下即係做編劇。咁啊讀完之後咧就編劇做唔成喎，因為咧發覺到咧即係要話支筆啊，成日都要咧 OT 啊，要寫好多嘢咁樣，咁所以咧就之後咧就有個機會咧就即係一個網台邀請我做嘉賓，咁啊做咗個嘉賓之後咧，嗰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嗰個台長就問我：喂，阿 Solomon 有冇興趣入嚟網台做啊？咁樣你有啲咩 topic 想講啊？我中意講電影嘅喎，咁佢就開咗個節目俾我咧，就係專講80年代嘅電影嘅。咁啊做咗年幾啦，咁啊之後咧就有個機會咧就去美國去散心，咁啊去散心嘅時候咧就啱咧就我嘅女朋友咧就有段時間佢要翻香港3個月，咁佢要去處理一啲屋企嘅事啦。咁我就話咁我咁悶，不如我過去 LA 即係去即係周圍去玩下食下嘢啦。因為當時我移民咧就喺 Atlanta， 即係2、3線嘅城市嘅。咁我就諗住咧喺 LA 咧就3個月咧就即係玩下就走啦。誰不知咧我就悶喎，有一晚無聊咧，咁我就打開即係啲請工啊請人嗰啲咧，咁有一間旅行社咧就請嗰啲即係業務員，咁我就諗住做下都冇所謂啦。導遊咯係嘛？即係類似領隊啊，係啊嗰類啦嚇。咁啊點知個老闆娘咧同我傾偈，就問我嘅即係 background 啦，就知道我咧香港做過網台，咁佢話不如咁啦，你唔好嘥咗你啦，不如你做電台電視台啦。我想問就係話嗰個即係嗰個旅行社係 Chinese 開嘅，冇錯，中國人開，係喎，佢哋都好需要係咯，即係因為華人電台啊，同嗰啲即係譬如話旅行社，大家都串聯㗎嘛，係。跟住就介紹你，推薦我，OK，就去見即係電視台嘅老闆啦，同埋電台嘅台長，咁啊2次 interview 咧，一次搞掂咗，好似2個都請我喎，OK，咁我就加入咗電台，同電台都一齊，OK，喺1個禮拜裏邊見成咗2份工，係，咁但係你就選擇做電台，2個都做，兩邊都做，電視又有，咁嗰陣時係乜嘢節目啊，或者係個形式係點啊？嗱，個電視台咧，我就訪問一啲咧嚟譬如美國去登台嘅歌星啦，咁我訪問過好多，譬如賈思樂啊、蘇珊啊嗰啲，咁我就會訪問佢哋，咁啊一個節目叫做歡迎入伍啊，OK，因為我當時啱啱50歲就入伍啊嘛，明白。咁啊電台方面咧就啱咧就係洪朝豐咧，本來有個晚間嘅節目咧，就係好似即係白姐姐嗰啲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咧佢做咗一個即係手術啦，好似話佢個條脷有啲事啦，咁所以就做唔到，即係口齒唔清。咁個台長就話：你講嘢咁叻，咁佢就試，好似你今日咁同我就要考牌啦。佢用咗3日喺佢節目裏邊，我做嘉賓講我嘅古仔。3日之後，哇！好多坊間啲聽眾就話：哇，好聽喎！我嘅人生閲歷。咁佢就請咗我做長工，就逢1至5咧，夜晚10點至12點，就係講下
下啲感情啊，講下人生哲理啊咁樣。會唔會有啲phone in嗰啲咩啊？都有嘅。都有嘅。OK，幾得意喎呢樣嘢。講翻啦，咁啊就係話我好有興趣知道你話個當地嘅電台，因為其實我自己嚟講都去過好多地方，佢哋咧啲電台有陣時，大家唔好話太過即係話哇電台一定好大啊，或者電視台即係好似 TVB 咁啊，有陣時未必噶嘛。即係佢哋啲台係咪比較細少少嘅？即係個運作係點樣㗎？嗱，因為即係 LA 嘅華人電台啦，咁都係服務當地嘅華人。咁我哋係分開即係廣東台同埋即係講普通話嘅。咁所以我哋叫做1430。你哋係咪24小時嘅咧？我哋唔係，我係最後一個節目，12點鐘咧就係播音樂啦，係播音樂，有時會重播啦，某啲節目啦，係啦。OK，但係一般12點鐘就停㗎啦。咁啊，一個禮拜運作，譬如幾個鐘啊，或者點樣？我做1至5啦。唔係你即係成個台啊？由朝頭早6點咯，就運作到12點咯，即係凌晨12點。係啦，全廣東話嘅。全廣東話嘅。係啦，OK。咁除咗有廣東話嘅電台，仲有冇第二啲即係漢語普通話電台？普通話一個。哦，即係一個廣東話，一個普通話，一個普通話。係啦。有冇我喺度諗？有冇客家話？冇嘅。哦，OK。咦，咁可能都係因為以前嗰啲年代，可能好多廣東人即係移民啦，即係去海外啦，即係變咗就大部分。第一批都係大部分都係廣東話㗎嘛。即係而家譬如話加拿大啊、美國啊、澳洲啊，第一批我哋嗰陣時80年代移民，大多數都係講廣東話嘅。哦，明白。哇，咁 amazing 喎！即係變咗你就偶然咗入去，就變咗做一個 DJ。係啊，好奇遇啊！好奇遇，突然間做咗 DJ。電視台方面就係佢嘅運作係咁，係平時都係有啲比較可能有 news 啊、有劇啊，即係。係啊。會唔會佢哋電視台會 mix 翻啲可能外國人咁樣去做咧？冇嘅，嗰個電視台都係會係即係有唔同嘅節目啊，但係大部分都係外購嘅劇集啦，自製嘅節目唔多，除咗係講新聞啦，或者我嘅節目啦。但係佢外購嘅節目嗰啲都係講廣東話或者嗰啲就唔分㗎啦，嗰啲就係有普通話，有普通話，兩樣都有。但係主要 Asian 定係佢應該？如果我睇外國劇就唔使睇你哋啦，係咪咁講啊？全部都係喺中國嘅，中國嘅。因為我哋個台叫天下衛視，我哋買翻嗰啲中國嘅嗰啲電視劇啊，或者係嗰啲選秀節目啊、歌唱節目啊嗰啲咯。OK，咁如果睇就係咪免費嘅？我想知。係免費嘅。哦，免費嘅。免費嘅。哦，哇，都好特別喎。咁啊，我有時喺度諗，咁你覺得同香港即係不過應該冇香港即係咁大型啦，即係可能小型少少，即係個運作模式唔同啦。OK，咁啊，你自己覺得點？即係你做完啦，咁啊咁上一時間啦，咁點解又會翻香港？輕輕講下。好，因為主要係因為我覺得經歷咗嗰個Covid 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喺美國嘅生活的而且確咧係即係好貴啊！嗱，我哋呢啲年紀咧，嗱去美國移民咧，你3種係最好嘅。第一就係你喺度土生土長啦，係。咁第二種就係你可能好即係13歲嗰啲去咧去讀書啦，係。咁讀完書嘅咧可以留低，係啊，接觸嗰邊嘅生活係啦，咁第3種可能就係退咗休好有錢嗰啲啦。我哋呢啲咧啱即係呢個年齡咧，你去到你又冇足夠嘅能力，人哋請你，你揾工嘅即係可能好狹窄，你就係揾翻啲華人有關嘅。咁而我哋做電台嘅收入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我哋靠 saving 啦。當然我哋譬如話台長都話用你嘅名氣去揾錢，咁但係咧嗰嚿餅咧，你喺 LA 嘅華人仲係廣東話咧，就係得咁大。即係譬如話佢要揾啲婚禮司儀嘅，就揾啲最紅嗰啲。即係可能咧90成就係揾嗰扎，剩翻嗰1成就俾你幾個去揸啦。明白。咁你根本就揾唔到錢。係啊，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係話，除咗電台就係副業啦。咁自己要揾份正職啊，可能喺銀行做下 sales 啊咁樣咯。咁 anyway 啦，咁我覺得 OK 啊，你所羅門即係又經過咁多嘢，又學過編劇啊，又已經即係未上我哋呢個廣播主持課程咧，已經係做緊呢個廣播主持，所以我覺得好 amazing。咁啊，第一集就係好多謝咧，就係所羅門咧，就係同我哋分享即係咁多好特別嘅嘢啦，即係佢自己嘅 history 啦，同埋少少喺呢一個美國方面嘅經歷啦。咁好，咁啊希望下一次咧，咁你睇下有冇一啲係嘉賓朋友啊，或者再上嚟咧，我哋繼續分享啦，好嘛？傾下其他嘅話題啊。好多謝所羅門，thank you，Michael，拜拜，拜拜。
節目主持事務所。